我可以试着传授你我的国术，至少是获得了资格。请，不用了，你只是获得了资格，拜师就免了。哦，你是连这都改不过来吗？也傻，也行。你得先了解什么是国术，始于我国古代，当时政府成立了华夏国术馆，正式确立了国术。但是当时很多武林高手都是用来暗杀一些腐败高官之类的。总之，杀人之术，到了后来，先辈们总结了它的精神内核，便是强国、强种。强国强种。那个年代人才辈出，现在过了几百年，时代进步了，和平安定，有警察军人保护我们。实在搞不定，飞机导弹，呼，飞过去，嘣！八卦掌在那边，鸳鸯腿在那边，头在天上。你说，你还要学吗？学啊！好，今天我教你一招实用的。来，你从后面抓我。转身肘击，撩阴。陈姐，这一招叫什么名堂啊？这一招在八卦门中叫撩阴掌，在形意门中叫转环崩拳，在太极门中叫撇身锤。拳术都是从大枪术中演变过来的。这一招看样子是简简单单的一转身，手臂撇甩出去，其实是要打出两重劲儿来。肘击的时候要像枪一样快速扎过去，等别人挡的时候顺势下手击裆。古代的将军在战场上使枪，一枪扎过去，人家一挡，枪头反弹，反而可以把敌人的兵器打落，因为枪杆子有弹性嘛。你打这一招的时候，要含着耍大枪的意思在里面。你看着我怎么用劲。最后撩阴的一下，手臂要甩出这个脆劲儿来，这才算是练到家了。这也是通背门中的摔杯手技。武术就在一个气，所谓炼精化气，头、身、尾，三体式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。